先来二手的你来讲其他符合，反正就说你拍开你文件的嘛，所有其他你来做你台湾的还是新的，我来到你使用者这名手机的问题，我来可以一个叫做限制。
应着按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按耶和华唱歌，着按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直你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这时，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31首，咱着感谢主耶和华，请咱起立吟全首。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时，请咱做伙来掀开启应文第3篇。咱做伙来启应上帝的话。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你将你的恩光摆设伫天里。你因为你的对德的缘故，对婴仔甲食奶的喙建立能力。佮互伊对德甲报怨的情情。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摆列的结果，真神。世间人是啥物，你笑念伊；
人的囝是甚物？你看过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搁赏赐因荣光尊贵做冕旒。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下万米伫伊的骹下，就是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天中的鸟，海内鱼甲囝仔经过海面的路下。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以上只是请咱搁接续来吟信息382首来学乐上帝。等咱大家来吟诗，请咱坐咧吟全首。即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慈爱、保守甲看顾。伫新春，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阮的学乐甲感谢。伫新的一年，阮要仰望你，搁较深的明白你，还是搁较侪的交托甲信靠。求你帮助阮，互阮伫新的一年稳上加稳，力上加力。带领阮来经过生活中所要面对的困难甲挑战，互阮因为靠主你的性命来得胜有存。主啊，也求你保守看顾台湾来平安经过新的疫情的挑战，保护看顾伫第一线辛苦的医护以及防疫的人员，
保守因一切拢平安，也怜悯伊伫遐侪侪受到病毒影响的人。愿主你的平安临到，你的慈爱甲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愿主你的荣光充满伫阮的圣会中，圣神亲自来恩阮讲话。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上帝的荣光，就是如天世高，来作求你怜悯我。上帝的荣光，就是如天世高，来作求你怜悯我。上帝的荣光，就是如天世高，来作这是俄勒请圣歌队。这是咱做伙来供读上帝话，
今日要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何西阿书第6章第3节。咱这回来看何西阿书第6章第3节，咱着认捌耶和华出来进前来捌伊，伊稳当出现，亲像天光早的光，伊要临到咱亲像雨，也亲像春天的雨润泽土地。第二位的圣经，咱要来看雅各书第5章第7节。雅各书第5章第7节，兄弟啊，所以恁着常常吞忍，到伫主的降落。你看，做世人听候地上宝贝的土产，常常吞忍地听候伊，到得到秋林春雨。以上正道愿上帝赏赐日出的光，春天的雨，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新年恭喜！非常的欢喜，伫咱做伙新年，这是咱亲人做伙组织，倒来上帝的厝，大家做伙敬拜，真欢喜的时间。感谢上帝，互文灿遐因全家当年拢甲咱教会心连心，大家新春的天光，拢对台北真早就开车来倒来到咱的竹堂。这就是一个亲人家庭的亲情，就亲像我的哥哥、我的阿嫂，我来到竹堂已经34年、33年外，得要满34。头一年的新春，我的爸爸妈妈因就来到竹堂，甲阮做过新年，因为因知影阮做传教者，伫新春的时阵袂通倒去食年夜饭，所以我的爸爸伫迄年就过身了后。哥哥就继续代替爸爸来陪伴阮过新年。所以兄弟姊妹，你讲这间教会敢是一个大家庭？感谢上帝，嘛感谢兄弟姊妹，咱用咱的听，做伙来起造一间，除了是信仰的学校、信仰的教会，阁是一个生命的家庭。咱有愈中愈白的团契，愿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咱的教会哪来哪空旷。当咱倒来了后，当年检查恁会感觉讲，牧师，今年我阁看到几个我袂认的人。兄弟姊妹，你着为教会来欢喜，因为咱的教会，上帝一直咧开这个门。虽然咱的人数会增加，毋是足紧，但是上帝互咱的教会毋是干那伫竹堂，上帝互咱会听。上帝互伊家己教会的门甲福音，就慢慢开阔。甚至伫旧年真奇妙，上帝互咱的教会有一户新的会友住伫美国，因为伊通过网络直播，所以就开始发现讲，伊参加竹堂教会的直播礼拜，伊阁招伊的身边的人做伙参加咱的祈祷会，甲咱的查经。这毋是咱熬。是上帝通过各种的方法来养饲、邀歌的兄弟姊妹。所以咱这牧师要送恁这段的圣经是何西阿书第6章，这内底有2个字：晨光春雨，日出的光，甲春天的雨。这2个象征性、象征性的图片，其实拢代表好结调。春天的雨水对这些人来讲真重要。伊代表着时，因为春天有春天的风，春天有春天的生命力，就亲像困冬天到春天的时，慢慢伊的灵、伊的生命就开始活起来。上帝用春天的雨来洗去这个冬天已经有灰尘的树叶啊，互土地渐渐困伫迄个所在的种子，伊开始复原。这段圣经真会通伫咱过新春的时，咱用这段圣经来甲上帝讨。光若来，黑暗就离开。愿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上帝赏赐你伫新的一年稳上加稳。检在伫旧年咱有患病，检在伫旧年咱有经济压力，检在伫旧年咱有拄着恶担当、心内看路的事，包括牧师。
有当时真正我嘛会搁半暝醒起来，昨暗嘛搁半暝醒起来。因为有当时有使命、有压力、有工作，所以咱会心内会感觉担头真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新的一年检查咱犹原会拄着艰难，但是愿天父上帝扶持咱的肩胛头，甲咱讲：我的囝，毋免惊，我家己伫咧。何西阿书是上帝表明伊对伊的囝儿听一本真要紧的先知书。但一个牧师通过圣经的解说，仰望圣神唤起恁对心中的渴慕。你甲上帝祷讲：主啊，伫新的一年，春雨绵绵。春雨绵绵的意思就是稳定不断，稳定不断。主祝福咱大家，伫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祈祷的礼拜，咱诚心伫上帝的面前来祈祷讲：主啊，不但春雨绵绵，春光明媚，甘雨绵绵。求天父上帝出日头，互我的生命有光；求上帝落甘露，互我的生命无孤单。主甲咱三个地带，互咱用这段的圣经来做咱今仔日的祈祷。主啊，每一日我天开我的目睭，新的一日的时，求你互我看起仰望的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年头到年底，每年咱搁在新春的时，有讲不了的见证甲故事。上帝互咱经历伊的疼，福气对天来，亲像雨水落土地。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等下伸出双手，牧师要邀请咱，等一个咱要用一个真传统的教会仪式，就是当咱有需要的时阵，咱向上帝伸出手讲：主啊，你的福气对天来，亲像雨水降临伫我的生命。当咱伸出双手的时，咱心灵的目睭，咱心灵的灵，就向咱的上帝祷讲：主啊，求你抹油伫我的头壳顶来祝福我。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静静来听上帝要通过2700年的这个圣经节来甲咱讲话，因为上帝话是旧，也是新。上帝话古早咧讲，今仔日咧讲，将来伊嘛继续甲咱的行行顺顺来讲。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何西阿书不亚于雅各书。雅各是一个表达上帝甲伊的百姓就亲像新郎甲新妇，但是何西阿书伊嘛有一个真深的感情，上帝甲伊的百姓疼，因为伊的百姓沉沦伫迄个世代，所以上帝发出迄种的怜悯的心，就亲像看到伊的妇人人无圣洁，但是伊有愿用宽容接纳、完全的迄种的疼来接纳这个离开伊身边的以色列人。所以何西阿书是一个真有感情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就知影。所以兄弟姊妹，何西阿书第2章第1节安尼讲：恁是上帝的百姓，恁互相称呼，恁爱叫做鲁哈玛。鲁哈玛的意思是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得到怜悯。所以当咱甲咱的兄弟姊妹做礼拜的时阵，你爱甲伊讲，你是上帝的囝儿，我嘛是上帝的囝儿，咱是得到上帝怜悯的大家族。咱知影何西阿书是以色列人沉沦、失迷、离开上帝、世俗化、行奸淫。迄个奸淫毋是指肉体，是指这个宗教信仰的不重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当时的何西阿迄个时代。伫迦南地多数的迦南人，因是拜一个神叫做巴力。巴力就亲像土地公，伊掌管农作物，伊掌管生殖，就是讲从生到生炭，农作物会丰盛，这就是拜巴力。所以拜巴力的人，因真重视，所以因迦南人有一种咱今仔日无法度想象的，因会甲祭司交配。男甲男，男甲女，女甲男，所以伫迄个庙里内底有男的祭司，有女的祭司，所以迄是一个真淫乱的宗教。当然，咱咧讲的时阵，对因来讲是因感觉无公平，因为因无感觉安尼是无妥当。但是以色列人因为入来到迦南地了后，
嘛受影响参差。所以上帝称伊的百姓讲：主啊，伊是我离开我淫乱的负责人，伊要赎回伊。咱若用这种的了解，咱就知影讲，晨光春雨，伫这种的时代，伊是象征性是甚物？上帝咧讲，你都爱认捌我，因为你拜巴力是爱你有好修行，你拜巴力是仰望我国有日光有雨水，所以生命当生炭。你拜巴力就亲像拜土地公，你仰望逐项拢福起来。这个上帝来甲伊的百姓讲：我就是真正的上帝。我要赏赐你日出的光，直到日中昼，哪来哪光？我要赏赐你春天的雨，因为春天的农作物就亲像困醒的活命，伊需要一个新的活水泉伫伊内底。所以，亲爱的弟姊妹，愿你明白，今日这段圣经的话，就是上帝咧甲咱讲：我要做你及时的供应者。我要做你及时的供应者，就是讲，伫你的欠缺中间，若有需要日头，我要做日头；若需要雨水，我要做雨水。愿天父上帝，咱伫今仔日的经文顶悬，咱甲上帝讲：主啊，我要较无，搁较认捌你。不但安尼，我要较无一生恭敬来敬拜你。愿这个耶和华上帝是3000年前、4000年前，是创造天地、永永远远进前，伊就是上帝。今仔日嘛是咱的上帝，直到永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将这种及时的祝福来赏赐予咱。所听的姊妹，上帝不但创造万物，上帝不但掌管宇宙，上帝嘛掌管你甲我咱的人生。你相信吗？上帝不但掌管咱的命运，上帝嘛掌管咱的心思意念，上帝嘛掌管咱的身躯健康。所以得时不得时，将咱的看路交予上帝。上帝要用伊的怜悯的手，亲像日出的光，亲像春天的雨水。愿咱经历伊，对经历到信任，最后到顺服；对相信到仰望，最后完全的交托甲顺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我要甲恁分享几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咱将咱生命的杯，咱捧起来。咱甲主讲：独独，你是满足我的上帝。你的恩典是一世人的久。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互我的杯满出来。我要试看你恩典的滋味。所听的姊妹，信仰的历程就是一种经历上帝存在的过程。愿囡仔、老人，对少年到一生，对咱初信到永远，咱的心中坚定讲：主啊，你是我阿公的上帝，你是我爸爸的上帝，你嘛是我的上帝。我深深相信，所以我愿你捧起我生命的杯，主啊，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我真爱甲恁分享一句话，讲清气的最爱摕清气的杯仔来底。所以，伫咱上帝仰望的时，每一摆做礼拜进前，咱爱先真侪祈祷，咱爱先伫你上帝的面前拍开心门，互上帝来监察。咱伫上帝的面前承认咱的黑暗，承认咱隐瞒，无爱人知。咱会阵世间毋知，但是上帝较会毋知。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家伫地。所以，第一，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需要求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捌伊较深。咱若捌上帝，咱就知影什么是幸福。咱若捌上帝，咱就知影什么是幸福。圣经读所在拢咧讲起，拄着上帝的人，因着即着上帝的怜悯甲帮衬。所以诗篇的第一字就是福气。有福气的人啊，耶稣伫伊的讲道中间，伫登山宝训第一个8福，嘛是用福气开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世间人拢咧找福气，就亲像3000年前迦南地的犹太人，因为着对上帝无够嘅认识，因煞去拜迦南人的巴力。所听的姊妹，咱伫人生中间有时，咱嘛会看钱做上帝。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真正福气就是上帝家己本身。所以今仔圣经兄弟姊妹，家背起来当做你的金句。
你若欢喜，你会当用一张足水的精致的卡片，你甲写起来。咱后壁拢有留即个经文的卡片，你嘛会当找一张，夹伫你的圣经，你将今仔的经文给写起来。主啊，我今年的目标就是要搁较深来认捌你，真真正正来认捌你。主啊，开我的目睭，开我的耳孔，拍开我的心门，互我听你的声，互我看到你的阳光。主要听即种的祈祷，愿主的圣神亲像今仔日得长天光的时阵是无即种乌阴的感觉，是一个好天。但是上帝检在听到牧师选即段圣经讲落春天的雨，所以伊就到9点真正就开始沙沙雨。演传所来教会时，拄入来是也未9点，所以阮徛伫即个门前的头前伫遐咧请安，开始一两滴的雨开始落来。检在上帝要用即种的临场感，我在座兄弟姊妹，恁感受着讲，今日圣经毋是干那听，就是恁等者毋通走出来压雨恁心内有雨水就会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伊讲要亲像甘露，要亲像甘露，这意思就是我是你及时的帮助。咱就会记得伫新约中间，保罗讲。恁就来到上帝施恩造成，领受伊的恩惠怜悯，所以恁及时的帮助。主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感谢说讲，主啊，感谢你，我相信伫新的一年，你要做我的光，你要做我的雨水，你要互我孤单的生命，就亲像充足的溪水。我即当生命的树，我要顶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青翠。欢喜吗？爱吗？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讨，咱感谢因。当咱放弃这个杯时，咱来知影，你要甲上帝讨什么？就亲像咱去餐厅，迄个服务生来就问讲：餐后你要爱啉咖啡，还是你要啉茶，还是你要啉果汁？咱爱知影，咱要爱啥？如果你若毋知影，你就甲上帝讲：上帝什么是上好啉的？所以餐厅有当时也袂晓点菜，你就甲即个服务生甲伊讲：恁的餐厅什么是最受欢迎的？迄上好的菜，无拜托你，我就交互你。主帮助咱，代表讲上帝就是我的产业，上帝是我杯中的份业，上帝所留互我人生的应允是在伫真水的所在。或者恁定心都去读这两段圣经，最近的即个。配合的经文，以及今仔日的启文讲：我夜捌看天，看你的日月星辰，我对心内就疑问讲：人算什么？为什么你遮尔听我？所以兄弟姊妹，我的杯中的份业，这个份业原文的字，其实是甲头前迄字，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人的字是共字。耶和华将伊的产业放伫你的杯仔，咱的杯仔内底，意思伊有的咱就有，也这安尼听有吗？耶和华将伊的产业互咱，伊有的咱就有。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互咱的人生是一个试看主稳定滋味的人生。主甲咱三个弟弟，也通过这个信，也通过咱共同敬畏的主耶稣基督，咱就要长大成人。新的一年，咱要有目标，毋通永远做一个未大汉的囡仔。咱来甲上帝讨讲：主啊，我若信你了后，我要亲像一丛树，我不爱亲像当年的草。秋天、冬天就孤单，然后春天才阁重新来。主啊，求你帮助我，真做一丛真正100年的，是一个有活力的，是一个真正坚强的树。伫我的生命中间。我要亲像耶稣基督，我要哪来哪亲像耶稣。所以基督徒每一年的功课，就是定心立志。我要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我要有耶稣基督的香味，我要穿耶稣基督的荣耀，我要长大有耶稣基督的心量。我提开我的活命，互上帝的阳光甲咱三个弟弟。所以信有3个阶段。初信的人就是信任，就亲像你伫黑暗面中间，你毋知是这条路好去好从，
你嘛毋知头前的路是啥物，但是因为你听讲有一个好事，你就相信迄个好事要临到。所以神是对初浅，我相信我所听见的福音，我相信我所听见的上帝的故事，所以我试看卖。所以信头一个是试，第二个几摆会信了后，就慢慢小可有信心，哪来哪坚定，就亲像一个囡仔，头下伊咧学骑脚踏车的时，是爸爸伫后壁甲伊扶咧，啊，伊直搭，但是伊讲爸爸你毋通放弃手哦，你毋通放开哦。但是伊忽然伫真自在咧徛的时阵，伊爸爸甲手放开的时，伊犹原咧向前行。迄个阶段就是 trust 信任，因为伊开始知影讲哦，这个上帝伊的手实在是有看到无看到，伊拢扶持帮助我。也因为这种的经历，最后顺服，迄叫做真正的信仰。信仰这个仰，就是仰望、顺服、倚靠。所以，爱的姊妹，愿你伫今年有信仰的成长。你对无队友，你对摇摇摆摆神，到真正坚定经历上帝，主帮助咱，互咱伫举起咱的生命杯的时，上帝的甘露，伊代表稳定。上帝讲来试看稳定的滋味。上帝讲我为着听我的人，我所有备的，是你的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象都想象袂到。主帮助咱，所以代表讲我要向上帝捧起救恩的杯，我要向上帝捧起救恩的杯。每一摆的礼拜，拢是向上帝捧起救恩的杯。救恩的杯有感恩。救恩的杯有刻薄，所以咱感谢上帝过去一年的祝福，咱伫上帝的面前为着新的一年做祈祷，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面前捧起心内的这个杯，活命的杯，来承受上帝的恩典。咱甲主祷讲，主啊，我要向你大大张口，主啊，要向你大大祈祷，我的心啊大。我的上帝的灵就大大运行伫我的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搁重新将过去年迄个祈祷的杯，搁捧倒来上帝的面前。咱伫上帝的面前恳求上帝讲：主啊，逐年亲像咧食玛纳，你逐年甲我准备，你逐年甲我预备。主啊，伫2022年，上帝你预备一个奇妙的计划，甲你预备你奇妙的带领，主教我三个弟弟，因为你甲我摆设恩赦。牧师伫几礼拜前的讲道嘛有用到诗篇23篇，我有甲恁解说讲，伫我对得的面前，这个字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伫我各种的困难，伫我各种的困难，伫我各种的困难的面前，你甲我摆设国宴。迄个恩赦这个字是国王的恩赦，原文的意思是有这个意思。所以上帝伫咱的各种的艰难，用稳定的恩赦来弥补迄个欠缺。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欢喜咱所读的圣经，为恁的人生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甲咱祝福。愿天父上帝互恁的杯满出来。圣经讲福杯满溢，这句话大家拢爱。咱的教会嘛，将这个用做一块杯仔的胸章送互恁，恁会记无？今仔日牧师要送恁的胸章做袂出来，伊叫做春雨，我毋知要安怎做胸章，歹势啦。其实是我感觉讲，咱的教会的胸章到一个阶段，咱即摆会当用较真正新的灵命的方式来表达咱教会共同的祝福。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咱甲上帝祷讲，主啊，教我真正知影要怎样品尝福音的滋味。有真侪人食物件是一个口欲，不是品尝，直直吞，直直吞，直直吞。但是真正咱若食真高等的料理，我相信恁知影，迄个食饭的时，
甚至有迄个厨师伊来你边甲你讲，这个鸭叫做樱桃鸭，是啥物人饲的，还是安怎？就甲伊解释，夭寿一盘白肉内底才一喙，一高等的料理，伊就是色香味是咧品尝。上帝稳定看起来介像是宋香，但是却是富足。所以保罗讲，看似贫穷却是富足，看似软弱却是刚强，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而且上帝是奇妙的上帝，伊甲咱摆设生命恩下，爱用心来领受。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我深深知影，我一生是有福气，因为你是福气的源头。第二，我需要邀请咱爱有听候的操练。上帝作为，毋是你讲上帝你来，上帝就一定爱来。咱常常甲上帝祈祷，但是咱敢要讲上帝你敢有影会听人祈祷？听候的功课是一个真奥妙的功课，一个真正信仰就有听候。所以拄开始就相信，这个上帝是一个有作为的上帝。我相信伊有能力，但是你若无通过听候的操练、忍耐的操练，你就袂通更加明白上帝是照伊的计划甲心意。凡事有时有定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今仔日的雅各书，伊讲所听的姊妹，恁着爱忍耐。忍耐这个字足水。雅各书使徒雅各伊有讲到这个忍耐，这个忍耐字根叫做 meno， 这个字就是伫保罗中间讲常常相信，常常祈祷，常常吞忍，迄个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迄个如今长存迄个字本身就是忍耐，迄个字叫做 meno。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伫经历、伫听候、伫忍耐中间，等着看。你甲上帝讲，上帝，我要安静来看你伫今年中间对我的带领。我无要着急，我要互你做证，你永远带路。我无要做假教的囡仔，逐所在乌白撞。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咱有这种安静的心。常常祈祷，长存信望爱，这就是上帝的话。伊讲，这种忍耐的人，最后的呐，伊就亲像农夫，你种着啊，你当然爱等2-3个月啊。你袂使讲黄啊，甲剥落，你逐工去甲抽，伊就大长。咱听过这种啊，野羊我袂晓讲迄个字我的文学造诣较有当时拢会袂记牢啊我是嘛知啦，兄弟姊妹，上帝帮助咱，甲造就咱，其实就是要互咱伫吞忍忍耐中间，看见伊家己的作为。结果咧，有宝贝出土产，意思就是咱的人生要成做有成果的人生。愿天父上帝乐意的好，帮助咱的生命。所以忍耐的意思就是持续的听候，伫噩梦的中间来向前。持续的听候，忍耐毋是目睭青眉的忍耐，忍耐是一个有噩梦的忍耐。我知影我的上帝伫头前来听候我知影我的上帝伫头前甲我陪伴我的下一站。愿天父上帝将伊的灵放伫咱的心中，若毋是圣神的帮助，咱真困难有这种等待的盼望。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甲咱三角地地。拄则我甲咱分享讲，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伊规章咧讲前半段1节到6节咧讲起爱的真谛，爱是凡事忍耐，又有恩慈，一直讲。到第7节开始，伊就讲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果咱若相信上帝，咱就爱有听候甲忍耐的信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凡事忍耐是一种的信仰的态度。咱伫伊的面前，咱甲主讲，主，我要永远听候你。
所以凡事忍耐，这个忍耐伫原文叫做 hupomeno 啊，前置词，迄个 hupo 是一个介系词，在什么地方啊 ？in under 啊，还是讲一个介系词，重点是迄个后边迄个字根叫做 meno。忍耐这个字 ，meno 这个字，伊就是留在原地，坚持你的信心。你相信，我的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是讲生笑。我相信我的上帝所讲的话，逐句拢是信心。我相信上帝所应允的话，的确照安尼来成就。呀，这好唔好？咱伫咱的心中，咱发手甲上帝讲：上帝，我要学这个功课，因为我相信你是信实的上帝。所以如今长存这个长存就是免咯。所以要结13章要结束的时，保罗讲一句足重要的话。上帝为着所听伊的百姓行志，伊想事留了3项信仰中间上要紧的品格：信心的品格、仰望的品格、甲仁爱的品格。所以天主教圣经该翻做信德、望德、爱德。信德、望德、爱德。如今上存有信、仰望、甲仁爱。上存这个字就是留在原地等候，耐心等候。伫你的信仰的信祈祷中间来听候，主听咱的祈祷。圣经讲上帝是凡事有时，所以伫传道书第8章有一句足水的话，伊讲逐种的事物会成就，这个世间事会成就，伊讲到成就，拢有伊的时间，拢有伊的规矩律例，就亲像咧讲物理定律。所有的科学是建立伫物理，物理就是咧表明这个宇宙中间所有的伊的定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看会明白，因为保罗讲咱是圣神的帮助，无人会通明白上帝要做的事，嘛无人会通明白人伊伫人生头前的事。所以人类为着这种的茫然，这种的无法度了解将来的事，会去找算命的。基督徒毋免问算命的，基督徒祈祷的中间，静静听，圣神伫咱的心中，伊会带领。愿天父上帝圣神甲恁三个伫地，这个圣神，亲像日出的光，这个圣神，亲像春天的雨。阿们吗？咱甲上帝讲，做你今仔日的礼拜，我知影，我愿意拍开我的心门，请圣神进入我的内底。亲爱的圣神，请你来，亲像日出的光照伫我的内心。亲爱的圣神，请你来，亲像雨水洗除我过去伫这个世间最这世俗的心思意念，遐土粉，遐垃圾。主啊，你甲我洗清去。愿咱的上帝祝福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做会听，甲咱三脚伫地。阿免。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主，阮愿你拍开阮的心门，阮静静愿你求讨，因为我一生的福分是对你所享受。听人祈祷的上帝，接纳我内心的渴慕，求你的圣神亲如雨水，亲如日出的光，进入我的内底。感谢你，祈祷我靠你的圣子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
或者只是请咱做伙过来吟圣诗383首来应答上帝的听，请咱起立吟全首。这时，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所定这咱只是咱要来互相，咱要互相请安，照咱新春的咱的方式啊，咱要互相认捌，包括出外兄弟姊妹，咱的兄弟啊，以及拄就咱的教会的新人啊，咱伫即个所在，咱做伙来互相来请安吼啊。牧师有缘先来介绍一个家庭，对头前开始安尼吼。第二个阶段，咱再来用祈祷。牧师要邀请咱，上帝，互咱伫祈祷的中间，咱来领受上帝同在的欢喜甲快乐。英宏长老，咱拢知影伊的家庭吼，苏月老师就伫迄边的款，孩子都云欣、云煌、云秀，云秀已经开始咧工作吼，伫中广咧做记者吼，上帝祝福伊吼，让他的专业能够更好吼，真紧时间咧过吼。云欣、云煌是这陈老师若来教会偌久，大概因就是几岁吼。迄个时阵，苏月老师怀孕，因就来咱教会。第二，忠胜长老吼，个秀秀就伫即边吼，恩君吼，恩君嘛已经出社会啊吼，忠胜甲秀秀因伫爱家辈，因有一个新的梦想，有一个新的计划吼，应该真紧就会，即几年会完成。伫咱德长的要过自强大桥边普利欧之家因买一块土地，伫遐要起一个计划吼，一个照养护中心，咱替因祈祷，上帝通过因手所做的工，互更较侪人来得到帮助吼。冯娟甲妈妈今仔无？黄娟吼，咱真欢喜。黄娟是咱的执事吼，黄娟是咱的执事。钟胜甲英宏是咱的长老吼，咱的长老。陈华姐吼，咱真欢喜。陈华姐伫咱的中间，伊是上一任的会长吼，妇女团结会长。好，上帝祝福你，谢谢。过来是这个依林吼，依林是伊接任吼，依林的囡仔吼。千亿奇仙，好，千亿奇仙，两个很追求的孩子，依林是第一代基督徒，上帝予伊有一个真特别的文书，就是陪伴伊的亲人，引出伊的亲人，吼，所以伊的阿嬷伫旧年的圣诞节，伊的阿嬷90岁来领洗礼，吼，第一代基督徒。依林是即摆现任团契的会长。伊是即摆喜乐保院的副院长吼，咱真欢喜伊伫咱的教会做伙服侍吼，上帝祝福。咱真欢喜美秀今仔日吼已经康复吼，伊做一个小手术，今仔日会倒来甲咱做美秀的囡仔两个，惠安佑心吼，两个很棒的孩子，上帝祝福你美秀，等下牧师替你祈祷吼，好，上帝祝福你。桂秀姐。今年做阿嬷，咱祝福伊，伊有两个女儿，小女儿伫旧年得到一个宝贝，真欢喜，做阿嬷就快乐，上帝祝福你，好，请坐。桂芬老师，谢桂芬老师，谢桂芬老师，谢桂芬老师嘛，伫咱的喜乐，毋是，伫咱的向日葵学园来帮忙，来指导这个囡仔。谢桂芬老师是对报道来，桂秀姐嘛是对报道来吼，桂芬老师是国中老师退休吼，咱真欢喜，上帝互伊伫咱教会已经足侪年啊吼，耶稣听你，请坐。任何兄任何手，恁挥手，校园吼。一定吼，一定甲因的家庭，佮两个囡仔，佮即个怡金吼。咱真欢喜，上帝祝福因，互因伫已经伫教会内底很大的帮忙吼。咱的旧部拢是任何兄任何说因，甲咱长期来帮忙咱印这个旧部，咱真感谢上帝带因来到咱中间。阿海美惠，
耶稣听恁，感谢上帝，因有一个公主吼，唔是公主哦，是公子啊吼，伯峰今仔日可能工作的缘故，所以无看到吼。上帝祝福恁，新的一年更加好，稳定满满吼。树哥丢了全家吼，树哥丢了的全家安路陈慧伊的宝贝囡仔启信吼，还有两个双胞胎等下恁后，圣心圣运吼，咱等下看到伊的古水的三个孙啊，耶稣听恁真做，文灿兄全家，文灿兄全家个殷启兄吼，甲伊的太太，个两个查某囝吼，殷启的两个查某囝吼，足热的呢，国中3年级你看遮热，上帝祝福要甲文灿兄你说多谢，嘛甲你吼讲足欢喜，你逐年也甲立青节拢会倒来陪大家吼聚一聚，上帝祝福恁，上帝祝福恁，请坐。过来就是咱的家人吼，咱的喜乐居住的这个咱的请老师、塑胶老师、甲同学、喜乐家园的家人吼，耶稣听恁，很棒很棒，因几乎逐礼拜拢伫咱家做礼拜喜乐保院是照顾24小时2个院区将近240个，但是即摆有一个新的事工，就是用迄种咱想半独立自主的即个社区家园吼，有设一栋厝互遮的会当家己自主的人会当做伙伫遐生活吼真感动人真欢喜因甲咱的教会当作因宝贵教会顶几日我听到因的见证，因咧讲细汉因有个人捌去过教会所以足怀念教会但是足久毋捌过去教会，但是后来到喜乐保院伫社区家园因开始有能够尝到迄个做礼拜的欢喜甲快乐素家老师就是亲像妈妈安尼，长期咧陪伴因伫生活顶管家做因的妈妈共款好，过来美元甲子琳美元甲子琳美元是喜乐保院最足资深的主任伊就是伫总院这个总院做主任伊的手照顾的囡仔拢比较偏年龄比较低，但即摆拢较大汉啦伊尽心尽力，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姊妹伊伫教会内底有侍奉伫保院内底是一个真疼囡仔的这个仆人，也是一个妈妈咱真欢喜伊嘛伫咱的中间上帝祝福恁，子琳很难得来工作，所以牧师很高兴你回来做礼拜耶稣听恁。过来是燕转社因全家燕转社因全家有介左介伟有立新个黄老师黄教授阿布阿木上帝祝福真欢喜个有介伟真欢喜，上帝祝福恁上帝祝福恁，请坐中科长老的家庭就是阁有就是这个红人接书的家庭洪昌伫台北，红人是即摆做咱的接书咱真欢喜，个因的囡仔红人的囡仔已经拢大汉啦，即摆做音控很棒的，咱的青年很棒因为教会就是有人讲牧师恁的直播是做甲很棒呢因无想到讲咱的囡仔在国中阶段就能够做音控就是启恩阿 Sir 在国防大学的社工系是很有原则的年轻人，很棒上帝祝福恁遐济。小强长老小强长老是退任的长老，但是退而不休，咱真欢喜小强姐
咱真欢喜，伊就亲像咱教会妈妈共款，吼，上帝祝福你。咱目前的长老3个拢查甫的，吼，咱需要有妈妈的长老，吼，希望下一任的选举的时咱会当有新的妈妈会当加入这个中级的关怀，吼。过来对头前这边，头前才开始啦，好无？哦，信学不是，红姐的家庭，红姐，肖维忠啊，敏玉哈，红姐个曾燕哈，因对田中来哈红姐来祝贺你啊，他们2个宝贝真优秀哈，真优秀，咱真欢喜因的家庭加做咱的一份子哈。因伫田中是做要紧的家庭哈，因拢是伫田中教会拢因的叔伯拢做因的阿伯阿叔爸爸拢做长老，咱真欢喜因伫咱中间哈。好，请坐。中国长老有啊哈，小美怡哈。娱乐伫后壁，娱乐嘛是伫音控吼，因即马拢会当做音控的啦，咱真欢喜。今年的圣诞节因做一个雪橇，哇，有够厉害哈，会当做工业设计的水准了哈，很棒哈。好，上帝爱你们，耶稣爱你们。好，请坐，小美哈。枢机结束哈，枢机结束哈。是咱教会的结束伊咱的教会会当遮尔清气，礼拜堂吼会当遮尔清气，遮尔水，花拢伊擦的呢，伊是一个很爱服侍的咱的接束，伊拢原来唱圣诗，原来唱歌，原来咧看礼拜堂吼，感谢主吼，上帝祝福你吼。过来例会哈，例会是阮足好的成长的伙伴伊嘛是第一代基督徒，对义林来，苏基杰甲例会因2个是同师啊，因拢住伫靠近20的所在，例会是阮来德堂无偌久就熟悉，后来上帝甲伊带来德堂教会哈。他是第一个果实吼，我牧师也会记伊的见证，伊去带院，大概若带院拢传福音。一个食菜足久的阿婆啊，伫伊隔壁床听到伊咧听讲道、听圣诗，伊讲歹势阿婆甲你吵着，伊讲别，你放较大声，就听，就甲伊传福音迄阿婆原来因囝会准讲伊是重听，伊其实伫囡仔面前若无爱听，拢变重听。若要听拢有听的，上帝祝福你哈！伊的先生刚刚蒙主带回家哈，真好的咱2个信用的姊妹哈，请坐。过来张胜才兄弟哈，因的家庭哈，咱真欢喜。张兄弟因的家庭对溪手来，张兄弟是对台中火力发电厂的迄个。退休的工程师咱真欢喜，伊伫退休了后，伊的女儿甲伊介绍，因阵来加入咱的教会内底，因真客气，伊讲牧师敢会当阮的人来恁遮做礼拜，咱真欢喜，上帝互因嘛伫咱的教会内底很投入伫咱的共同的生活内底请坐，上帝祝福你。孙大哥。苏荣姐个苏荣的爸爸咱文咱真欢喜，孙大哥苏荣因最近前年吧买新厝要伫报道真欢喜，上帝祝福因有一个新的厝苏荣老师是咱向日葵学院真要紧的负责的主任这个工作有真重的担头伊有2个查某囝，一个伫美国文文伫台湾，咱真欢喜文文伊开始出社会就甲我讲，牧师我是会友上帝祝福文文新的一年更棒快乐平安孙大哥就欢迎你来上帝祝福你手所做的工嘛照顾这个苏荣爸爸互你身躯健康请坐。我的哥哥阿瑟甲2个漂亮的女儿
阮真欢喜，因逐年拢无放阮做孤单，因拢逐年拢来甲阮做伙做。好，请坐，请坐。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过来是赵真甲这个黄弟兄咱请因起来，咱甲因红人的姐夫因即届伫红人拄着即个脑出血，因出足济足尽力的因阁是因的家庭中间较信仰上较会扶持的因夫妇伫即个家庭的信仰扶持很尽心尽力。上帝体贴恁的困难上帝嘛祝福恁互恁新的一年赵真甲我讲。迄个伊较袂晓甲大家说多谢，爱我甲大家说多谢赵真伊讲，主堂教会永远是我的后头永远是我的母会是啊，上帝就是咱的上帝真欢迎咱继续替黄宏仁兄弟，伊即摆伫关林的一间迄个复健的医院咧做复健安尼上帝帮咱请坐，耶稣听恁。张成执事娘，佮谢强执事，佮阿美执事娘，咱真欢迎因。即个执事，咱佮家福家里家福，咱真欢喜。上帝祝福执事娘，执事娘上帝真疼伊，伊嘛真疼上帝，所以逐礼拜伊若无主动，伊拢会真爱来做礼拜，咱真怀念张成执事谢昌继续爸爸的工作，伫教会内底担任咱的执事，伊真尽心的家庭，耶稣听恁，请坐。佮有就是这个汉斌，汉斌就是庄祖祖老师的后生，咱真欢迎汉斌伫咱的中间，汉斌对少年到即摆，逐个礼拜日透早拢会来整理教会的大厅上帝祝福汉斌新的一年爱加油上帝祝福加油。志宪雅丽，我介绍有看到雅丽雅丽。季华。季华挥挥手，漂亮的妈妈管教有方，所以教出两个非常优秀的志宪跟计划上帝祝福恁新的一年，他们在去年是不是亚历是不是去年是入厝嘛是前年？前年啦。去年足欢喜足水厝，恁来去逛一逛即摆德长乡上水的豪宅伫有2间拢终身迄间甲伊迄间，等于起厝住伫遐了，德长人拢咧看迄个所在感谢主，上帝互咱的所让互咱的地是在伫真水的所在过来，我是毋是来对遮开始丽云甲正宗甲新德咱真正宗兄是台塑的越南的副厂长伊退休了，倒来伫因住伫宜林即摆正宗兄甲丽云嘛拢伫喜乐咧斗帮忙特别是迄个正宗伊有设厂的经验专业，所以对喜乐要做喜乐保院要做新的工厂的筹设会有很大的帮助新德从台北休假回来上帝祝福恁的家庭，上帝祝福恁的家庭。刘老师刘老师老技术老张乐各有玉成玉明阿芬咱真欢喜上帝互刘老师愈来愈健康刘老师是一个真爱读圣经的兄弟伊对少年就真爱读圣经，一直到即摆伊对圣经伊若读圣经就亲像活起来安尼上帝要祝福因新的一年更较好刘玉成是咱的教会真要紧的诗群之一刘一鸣不但安尼，伊这个巧手佫足够烘焙是一个美食专家美食专家恁迄个会当甲因齐大哥
小可交流一下，他是一个很棒的演技，个文灿文灿阿伯上帝甲恁伫咧刘一成即摆是大三嘛，伫台中的体育大学咱真欢喜因全家伫咱教足长的时间，真好的咱的大家庭的一份子，好，请坐。丽芬甲怡轩怡轩足久无看到很棒的，真欢喜上帝祝福你听说你有一些计划，上帝祝福你让你的心想事成计划丽芬是真好的姊妹，伊的职业是美容院拢会当通过迄个工作，甲人聊天，甲人传福音咱真欢喜丽芬甲启轩今日来做新春的礼拜上帝祝福你，请坐。演唱兄因全家演唱兄因全家伫咱的都来做礼拜维秀全家呢很高兴上帝祝福今仔日松汉好久不见的松汉上帝祝福你也是女儿很棒，请坐。谢谢鲁中团契所有的兄弟恁是上接倒来母会，上接倒来咱做参与咱的教会成长多谢恁。小儒甲正宗正道。伫迄个因后壁迄个是啥物咧？是真言吗？毋是。无啦。迄是迄落演教所因咱头前遮迄个正宗正道，甲淑如，咱这边正宗正道正宗正道，细人兄因淑如咱真欢迎因，耶稣听你淑如甲淑如嘛是咱向日葵学园最要紧的服侍的同工咱教会有2个伫向日葵3个伫向日葵学园真好的侍奉代表咱教会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咱多谢因的做足好的工耶稣听你演教所演教所是玉如就是玉如，他在咧会所说阿周演教所演教兄，上帝祝福你，特别是演教所感谢上帝恩典新的一年愈来愈健康勇健伊伫旧年有带伊有接受治疗演教所上帝恩典真充足上帝祝福玉如祝福阿周恁的新的一年，恁的家庭甲工作好，请坐。过来是啥物人？宜晨过来书会，一定要啦。足水的查某囝。有当时也较重，所以有当时听无啥会。咱即摆要来祈祷，牧师
真欢喜伫当年，咱用较无心，咱来到教会，伫新春的时，咱为着新的一年，咱对上帝来恳求，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恭敬。咱恳求天父上帝赐阮赐福，将伊的圣性放伫咱的家庭，放伫咱的心，伊的丰盛，伊的荣耀，充满伫咱的内底。咱做个组织，咱要伸出咱的双手，咱轻轻将咱的手放伫咱的胸前也会使，还是放伫咱的骹嘛会使。咱祈求咱的主耶稣讲，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主耶稣讲，求就互咱，随就拄着，敲门要甲咱开。咱伸出咱的双手，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心中。这条歌就是祈祷的歌 ，Kyrie Eleison 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求你怜悯我。在新的一年有什么种的目标？你伸出双手，你甲主耶稣祷告，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你甲主耶稣讲，主耶稣，这是我的欠亏。主求你将你的油填满伫阮的兄弟姊妹因生命的杯内底。亲爱的姊妹，欢迎出双手，将咱生命的杯捧起来，咱甲主祷告，咱甲主祷告，主求你填满我生命的杯。我的日子，今仔日互我，主耶稣，我要安静听候。我相信，上帝你伫我的生命中间，你有特别的预备。亲爱的姊妹，用祈祷，将你的生命的杯捧到主的面前。当咱举起咱的双手伫主的面前的时，你甲主祷告，主啊，你将各种的危险、稳定、赏赐予我，就亲像咱的领圣餐，长老将上帝的杯甲饼放到咱的面前。咱存出上主的时，咱来主祷告，主你各种的恩惠为我负担，主我感谢你，主特别我需要你的疼，我存出上手，我要求祷。你长看关心，无保留的疼。所听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来领受，伊所陪伴咱，伊伫十字架顶端所成就完全的疼，伫咱的人生到人生的路尾，这个疼永远无离开恁。所以咱会当，亲爱的姊妹，咱会当将手放伫咱的胸前，放伫咱的心，
就亲像你拥抱自己，你将你的双手放伫你的胸前，交叉，出声甲上帝祷告，阿爸天父，求你保守我，阿爸天父，求你保守我，亲爱的圣神，恳求你抱我伫你的胸前，我要安然自在。我将我的心交伫你的手中，亲爱的圣神，我用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听我祈祷，怜悯我，换手伫我的心，伫我的神，伫我的体。亲爱的圣神，求你将上帝的听充满伫我的内心，我的心内无搁再有孤单，我的心内无搁再有软弱，我的心内无搁再有苦楚。亲爱的圣神，当我换手伫我的胸前的时，恳求你充满我的内心。亲爱的孩子，用你的心出声求上帝，用你的心呼叫上帝。阿爸天父，咱用囝儿的心来求求咱的上帝。阿爸天父，对永永远远，我要做你的囝儿。亲爱的天父上帝，阿爸天父，阿爸天父，听你的查某囝，听你的囝儿的祈祷。亲爱的兄弟姊妹，你用你家己的手，伫你的额头画一个十字架。咱用咱的手，伫咱的额头画一个十字架。然后你手画伫你的头壳。主耶稣，你的记号十字架，真多我生命的记号。对今仔日开始，我带着你十字架的记号，所有的黑暗关系，袂通攻击我。当我画手伫我的头壳，亲爱的天父，阮恳求圣洁的心思意念、智慧的心思意念，充满伫阮的生命中。主，当阮的兄弟姊妹家己画手伫因的头壳的时，恳求你的圣神，亲像光照伫因的内心心思意念。亲爱的，这咱画手伫咱的目肚，这个目肚代表咱的欲望，代表咱的需要。主耶稣知咱的需要，所以教咱祈祷讲：我的一息今仔日予我。咱若有欠过的时，腹肚枵的时，咱就知影，咱咧腹肚枵。咱画手伫腹肚，咱甲主祷讲：主求你养饲我，主求你养饲我，主求你甲我陪伴，我灵魂体所需要。照你的旨意，主你甲我陪伴，互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伫主你的祝福的内底，因的欲望
通得到上帝你的有庇。你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愿你将各种的需要赏赐给阮的兄弟姊妹。亲爱的这咱将手放伫你的心，你求圣神帮助你，成做一个有能力管理你的情绪的人。你发手伫你的心，你若想到你心内所拄着的混乱、软弱，你甲主讲，你拄着什么种的情景？你发手伫你的心，你求上帝的圣神帮助你。主愿中间若有人拄着苦楚、搅扰，心内郁卒、看虑，恳求你对因分封，将你的灵分入伫因的心内。祝福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成做一个勇敢壮大、心有平安喜乐的基督徒。主将因的混乱，甲因造就、装备。互因健康，主，阮的心若健康，阮的灵若健康，阮的信仰就要健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心头要成做一个坚固的石盘，因为这个石盘有主耶稣基督。主，阮感谢俄罗你。咱目睭刻刻的时，咱想象咱伫山顶看到耶稣的荣耀，耶稣伫门徒的面前带有阳光，将伊的荣耀见证，伊的学生对心中就较无。当咱目睭刻刻的时，咱往主耶稣讲：主啊，求你怜悯我，互我看见你的阳光。主啊，求你开阮的青年、阮的囡仔的目睭，互因有这种的福分，会当看见上帝你家己荣耀的面。看到阮的主耶稣基督山上变貌，阳光充满。然后咱甲主耶稣祷讲：主，求你用你的光充满我，因为伊讲光若来，黑暗就离开。主耶稣，求你将你的光加杂充满光照。用你欢喜的面来看顾所有阮的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阮每一日不但欢头喜面，对今仔开始，阮的生命要有充满迄种袂通压榨的荣耀，就是主耶稣基督你家己的光。祝福阮所有兄弟姊妹，无论去到什么所在，人不但看到因平安的笑容。佮羡慕因的生命，成做一个真有亮光的生命。这个光是我对阮主耶稣基督来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轻轻伸出咱的双手，邀请主耶稣，就亲像主耶稣甲伊学生做伙坐道的时。主耶稣甲咱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甲主耶稣祷讲：主，我真心纪念你，求你也纪念我。主耶稣，
我记得你所讲的话，我记得你一切好，总是主耶稣求你也纪念我，主耶稣求你也纪念我。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为着所有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你是看人内心的上帝，你知因所有的人的需要。主，你纪念阮，伫阮的生活中间所拄到的情景，阮还袂讲开嘴，主你就已经知。所听兄弟姊妹，伫耶稣的面前，为着你今年你所设定的目标，你的期待，你甲主耶稣讲，主耶稣，这是我今年的目标，将你的目标标杆来交予你的主耶稣，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神，求你帮助阮，有圣洁的心、正直的心。今仔日的礼拜，帮助阮设定，阮要向着标杆直跑。主求你，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伫今仔日找到的人就坚持，亲像今仔日的圣经甲阮讲，忍耐，徛伫信仰的立场。徛伫阮所在，静静听候上帝。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每一个也未找到因今年的目标的兄弟姊妹。主，你的圣神将你的计划甲你的心意向因显明，互阮才做一个有方向的基督徒，互阮才做一个有目标的基督徒，互阮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主将所听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主，阮感谢阿罗你，你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你是成就美事的上帝。主，阮将所有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愿你掌管因的生命，扶持因的脚步。伫新的一年，互阮通荣耀你的名。兄弟姊妹，你举出你的正手，掌心向上向前，咱要来做宣告的祈祷。咱举手，咱目睭看上帝，咱甲上帝讲：主，我伫你的面前，我愿意。将我新的一年献予你，主，我举起双手向你誓约讲，主，我要为你来活。咱犹原举起咱的手，咱来宣告，主，你所开的门，无人会通关。你所关的门，无人会通开。主，我奉你的性命来宣告，我头前所拄着一切的阻挡、艰难、搅扰，我奉你的性命斥责所有的阻挡离开。我奉你的性命斥责所有的黑暗的关系，离开我的生命，离开我的家庭，离开我的亲人。我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斥责所有黑暗的关系。我斥责你离开。主啊，为着我的家庭来祈祷，我举起祈祷的手，
来祝福我的亲人，祝福我的时代，我的父母，祝我厝内大大小小。我嘛祝福所有我的亲人，主求你互因甲我同得到福音的祝福。主，我举起手来，为着新的一年，我的工作来祈祷。我宣告，我手所做的工无空空。主求你坚固我手所做的工。我为着我的职场，无论是我的建造，无论我的公司来宣告。主的恩典要充满伫这中间。主耶稣，我为这个公司，为着我的职场来分别做成。主求你，予我真侪祝福人的人。咱手放落来，然后咱双手，咱放伫头前。主耶稣，求你将你的宝血赏赐予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洗的杯。主求你填满我，主我要手捧救恩的杯，来试看你恩典的滋味。主我感谢你，咱手放落来。主我感谢你。主耶稣，这是阮的祈祷，奉你的圣名求，阿门。兄弟，你会当继续安尼祈祷，好无？当咱做伙时，咱嘛安尼祈祷；当咱单独一个人伫咱的任何的所在，咱嘛安尼继续祈祷。这条歌是2000年的老歌。Kyrie Song 就是耶稣求你怜悯我，主耶稣永远无离开咱，直到一生的路尾。耶稣听你，咱来吟这条诗歌来宣告耶稣听你。咱来吟耶稣听你这条诗歌。咱拢会晓背啊吼，咱用祈祷的心，咱来吟耶稣听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咱的一生中，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因为求你，耶稣。咱甲咱身边的亲人、兄弟姊妹，你甲伊讲，耶稣听你。感谢主，互咱真做一个三听的大家庭。咱继续努力，有能力的人摕较济听出来，好无？健康的人摕较济会听出来。咱伫即个所在，
健康的人扶持软弱的人，软弱的人继续找倒来咱的信心。耶稣听恁心里恭喜。无特别的报告啦，但是如果你若有特别的代志需要牧师陪你祈祷，伫咱礼拜了后，恁会当来找牧师，牧师真欢喜，为恁祝福，陪恁祈祷，耶稣听恁。咱来念圣诗509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谢谢灭道避讳。